在个新闻咧关心用水的问题，伫关键时啊，中南部呢较无雨水，日月潭真出名的高架水架塔做伙画面，昨出现7只已经浮出水面啊！虽然讲台电表示讲啊，这个水库这个欠水率依然88%，暂时送水是无问题。不过南部的水情就较暗，最近呢，这个高滨溪流量超较济，丁清湖的沙坡又搁浮出来，昨的这个欠水量只剩超过6.3%，水公司因此呢大量降价支援台南清水的水量，来回补丁清湖的水源。生活上重要的水资源，面对寒天大水期，南部更加欠水。大庇湖沙洲再现过年连假，可当看到湖水，接过几天的时间，湖水量变真少，可当看到落寡霾。水道水公司就讲，即马合水率已经降6.3%，本正支援北部台南的清水，嘛来做减量，来补大庇湖的水。过年期间，我们还有持续北送台南10万吨，在昨天支援台南的量有下降到2到3万。那我们利用这个水源调度来挹注澄清湖。因雨水拢唔来，南部的雨量30年来上少，高屏溪嘛降到23年来上低流量。建议这个经济部在下次的这个开会的时候，可能必须在整个水情的灯号必须做一些调整那来提醒不管是我们产业跟民生的一些用水都能够来先因应节约用水。我们现在光是嘉义跟台南就有2万公顷的水稻田休耕，因为他们的休耕，所以造成我们还有一点水可用，而且可以撑到5、6月没问题。那南部日月潭真有名的高架4卡，2月初2嘛出现7只浮上水面。水网台电讲，水库合水率共款有88%，暂时供水无问题。不过已经发出水情警示灯号，中南部可能会欠水，或用水量真大的店家真烦恼。含水了就歹做啊。因为做吃的水是很重要嘛，所以当然也会紧张啊。即马除了祈求提供白紧落雨，民众用水嘛要较欠内用，才能解决欠水问题。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